上集我哋講咗 WiFi 慢嘅5個原因，其中最多人問嘅就係，咁我應該換咩 router？ 今日呢條片就由零開始教你。router 係咩？點揀？買咗返嚟點設定？睇完你就識自己搞掂，唔使再求人。首先講下 router 到底係咩？簡單嚟講，router 就係你屋企嘅 WiFi 基站，佢負責將寬頻信號轉成 WiFi，等你嘅手機、電腦、平板全部都可以無線上網。上網嘅流程係咁嘅，寬頻公司嘅信號先經過光纖盒，即係 ONT 或者 modem， 然後接去 router 再透過 WiFi 或者 LAN 線分配俾你嘅裝置。所以 router 係成個網絡嘅中心，佢嘅效能直接影響你上網嘅速度同穩定性。好多寬頻公司會送一個 router 俾你，但通常係最入門嘅型號，功能有限。自己買一個好嘅 router， 速度同覆蓋都會好好多。咁揀 router 要睇啲咩？我總結咗5個最重要嘅重點。第一， WiFi 標準。WiFi 6、6E、7越新越快，支援越多裝置。第二，速度規格。AX3000、AX5400呢啲數字代表 router 嘅總速度。第三，頻段數量。雙頻定3頻，3頻更適合好多裝置同時用。第四，LAN 埠數量。你要接幾多條 LAN 線？一般4個埠夠用。第五，覆蓋範圍。屋企幾大決定你需要咩方案。接住我會逐個詳細講解。第一個重點係 WiFi 標準。上集都有講過，WiFi 技術一直在進步。WiFi 4係2009年嘅標準，最高速度只有300 Mbps， 而家已經過時。WiFi 5係2014年，最高 1.3 Gbps， 仲可以用，但都開始被淘汰。WiFi 6係2019年，最高 9.6 Gbps， 係而家嘅主流標準。WiFi 6最大嘅優勢係 off-ma 技術，可以同時處理多部裝置嘅數據，唔使排隊。WiFi 6加咗6000兆赫頻段，干擾更少。WiFi 7係最新嘅標準，支援 MLO 連結技術，速度同穩定性再提升。2025年買 router 最低要求係 WiFi 6，如果預算夠，可以考慮 WiFi 6E 或 WiFi 7。第二個重點係速度規格。你可能見過 AX3000、AX5400呢啲數字，到底代表咩？ AX 代表 WiFi 6標準，後面嘅數字係所有頻段速度加埋嘅總和，單位係 Mbps。例如 AX3000 即係2.4千兆赫頻段574 Mbps 加5000兆赫頻段2402 Mbps， 加埋大約3000 Mbps。但要注意，實際速度永遠達唔到標示速度，通常只有 30% 到 50%。入門級 AX1500 到 AX3000 適合1到3個人上網，100到500 M 寬頻，大約200到500蚊。中階級 AX3000 到 AX5400 適合4到8個人，500 M 到1000 M 寬頻，大約500到1200蚊。高階級 AX5400 以上適合8個人以上，1000 M 以上寬頻，1200蚊以上。對大部分香港家庭嚟講，AX3000 已經夠用。第三個重點係雙頻同3頻嘅分別。雙頻 router 有2條頻段，2.4千兆赫同5000兆赫。3頻 router 多一條，可能係多一條5000兆赫，或者一條6000兆赫。你可以咁諗，頻段就好似公路嘅車道。雙頻有2條車道，3頻有3條車道，車多嘅時候3條自然冇咁塞。邊個應該揀3頻呢？如果你屋企超過10部裝置，或者要求極低延遲打機，
又或者用 Mesh WiFi 系統，三頻會有明顯優勢。但大部分香港家庭用雙頻已經夠，唔使強行上三頻。三頻嘅價錢通常貴50%到100%。第四個重點係 LAN 同其他接口。雖然而家大部分人用 WiFi，但 LAN 線連接其實速度更穩定。打機用 NAS、desktop 電腦都建議用 LAN 線直接接 router。WiFi 再快都有延遲波動，LAN 線幾乎冇。LAN 速度分幾種，1GB 即係1000 Mbps， 一般 router 都有。2.5GB 即係2500 Mbps， 中高階 router 先有。仲有一個容易忽略嘅地方，就係 WAN 係接寬頻公司光纖盒嘅 FO。如果你簽咗2000M 寬頻，但 WAN 只有1GB， 咁你最多只能用到1000 Mbps， 造成樽頸。所以簽咗1000M 以上寬頻嘅用戶，記得揀 WAN 有 2.5GB 嘅 router。第五個重點係覆蓋範圍。你屋企幾大，直接決定你需要咩方案。400尺以下嘅細單位，一個普通 router 已經夠。入門級 AX1500 到 AX3000 就得。400到800尺嘅中型單位，建議用中階 router。如果有死角，可以加一個 mesh 節點。800尺以上嘅大單位，複式或村屋，建議直接用 Mesh WiFi 系統，2到3件裝。香港最常見係400到700尺，一個中階 router 通常搞得掂。關於 Mesh WiFi 嘅詳細教學，我哋會喺第8集專門講。講咗咁多理論，而家推薦幾款值得考慮嘅 router。聲明先，呢個唔係廣告。入門級200到500蚊 ，TP-Link Archer AX23、AX1800 雙頻，基本夠用。Tenda RX9 Pro AX3000 雙頻，性價比好高。小米 Router AX3000T、AX3000 雙頻，屏靚正。中階級500到1500蚊 ，ASUS RTX86U Pro。AX5700 雙頻，打機神器。TP-Link Archer AX73、AX5400 雙頻，穩定可靠。高階級1500蚊以上 ，ASUS ZenWiFi XT9、AX7800 三頻 Mesh。TP-Link Deco XC75 WiFi 6E Mesh 系統。去邊度買呢？豐澤、百老匯、蘇寧、深水埗鴨寮街。或者 HKTV Mall。買之前記得比較價錢，同一型號唔同地方價差可以幾百蚊。買咗新 router 返嚟，點設定呢？其實好簡單，跟住呢5步就得。第一步，接線。WAN 接去光纖盒或者 modem，LAN 接去電腦，或者用 WiFi 連接都得。第二步，登入管理頁面，打開瀏覽器，輸入 192.168.0.1 或者 192.168.1.1。唔同品牌嘅地址唔同，通常寫喺 router 底部嘅貼紙上面。第三步，設定上網方式。如果寬頻公司俾咗帳號密碼，揀 PPPoE 然後輸入。如果冇帳號密碼，揀 DHCP 自動取得就得。第四步，設定 WiFi 名同密碼，改一個你記得住嘅名，密碼至少12位。第五步，更新硬體，喺管理頁面揾 firmware update， 確保 router 係最新版本。唔同品牌嘅界面唔同，但步驟都係大同小異。設定 WiFi 名同密碼有幾個技巧要注意。WiFi 名稱方面，建議簡短易記，例如 Home 5F 或者 Wang WiFi。如果你想分開 2.4G 同 5G， 可以改做 Home 2G 同 Home 5G。避免用中文名，因為部分舊裝置唔支援中文 SSID。仲有，唔好用包含個人資料嘅名，例如你嘅地址或者姓名。密碼方面，
至少要12位字元，混合大細階字母、數字同符號。唔好用常見密碼，例如12345678或者 password。加密方式建議揀 WPA3，如果 router 唔支援 WPA3，揀 WPA2、PSKES 都可以接受。改完 WiFi 名同密碼之後，所有裝置都要重新連接。記得用紙寫低 WiFi 密碼，貼喺 router 底部方便查閱。除咗基本設定，router 管理頁面入面仲有幾個重要設定值得你花時間調整。第一，更改管理員密碼。預設密碼通常係 admin， 超危險，一定要改。第二，開啟 QoS 流量管理，可以優先分配頻寬俾打機或視像通話。第三，設定訪客 WiFi， 當朋友嚟你屋企，俾佢用獨立嘅訪客 WiFi， 唔影響你嘅安全。第四，關閉 WPS。WPS 雖然方便，但有安全漏洞，建議關閉。第五，定期檢查已連裝置。如果見到唔認識嘅裝置，可能有人偷用你嘅 WiFi。第六，設定自動重啟。部分 router 支援定時自動重啟，可以保持穩定。呢啲設定做一次就夠，但對安全同效能影響好大。最後講下新手最常犯嘅 router 錯誤。第一，一直用寬頻公司送嘅 router， 呢啲通常係最入門嘅型號，自己買一個 WiFi 6 router 會好好多。第二，從來冇更新過硬體，舊硬體可能有 bug 同安全漏洞，建議每3個月檢查一次。第三，用預設密碼 admin， 任何人都可以登入你嘅 router， 改個強密碼。第四， WiFi 密碼太簡單，容易被鄰居破解偷用，用12位以上嘅混合密碼。第五， router 放喺地下或角落，信號差，覆蓋細，放喺中央高處效果好好多。呢啲錯誤好容易改，花5分鐘就搞得掂。今日你學識咗 router 嘅基礎知識。第一， router 係屋企網絡嘅中心，負責分發 WiFi 信號。第二，揀 router 要睇5樣： WiFi 標準、速度規格、頻段數量、LAN 覆蓋範圍。第三，2025年買 router 最少揀 WiFi 6 AX3000 以上。第四，新 router 記得設定 WiFi 名密碼，改管理員密碼，更新硬體。第五，大部分香港家庭用一個中階 router 已經足夠，唔好怕 router 設定，跟住步驟做好簡單。下一條片我會教你2.4千兆赫同5千兆赫 WiFi 嘅分別，揀邊個先啱。如果你唔知自己屋企應該用邊個頻段，記得留意下一集。記得訂閱寬頻教室 HK， 冚埋個鐘仔。如果呢條片幫到你，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你屋企用緊咩 router？ 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條片見。